今個禮拜嘅信仰操練係代禱操練，詳情可以參考返我哋嘅祈禱9宮格㗎。而家就讓我哋進入今日嘅親子靈修啦。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16至18節，要常常喜樂，不住地禱告，凡事謝恩，因為這是神在基督耶穌裏面向你哋所定嘅旨意啊。今日經文嘅重點係，你有冇發現神嘅恩典呢？經文就教我哋要常常喜樂，不住禱告，凡事謝恩，咁樣你就會發現神嘅心意噶啦。而家就同屋企人分享一下，你平時喺咩時候會祈禱嘅呢？喺祈禱嘅時候，你又覺得係點嘅呢？分享完之後，讓我哋一齊禱告。主啊，幫我學習常常禱告，常常喜樂，喺生活嘅裏面發現你嘅恩典，聽我嘅祈禱，奉主名求，阿們。